这出干唔着片哦，愈讲愈会。来，咱看正确版的哦。你看杨氏棒，那个是好，内棒，好，杨氏棒。然后呢，就是郑鸿仪主这一了吼，大家讲洪志公，你讲台大中文博士吼，你中文上好。其实不是啊，其实我做囡仔甲伊都有熟悉，伊请我去上大话新闻。啊，我头一摆上大话新闻的时阵吼，我两个小妹惊我录影了，无高铁头济，啊，伊惊讲哪位来宾足水的吼，会甲我包包快去，怎啊两个小妹陪我去录影。啊！迄暗阮三个住神旺饭店，即摆倒去啊，我阁会去。啊，阮旧年阁有食饭啦吼，啊伊嘛真疼惜我啦。我出差伊拢有请我去报道全世界吼，讲了无够开，讲一集也无够，讲新闻哇讲来打。这上新的，这今仔才上线的吼。你看我讲的啥物奇怪话吼？伊交代叫我去买水蜜桃，我讲台语的哦，所以台语要安怎复兴？若有人叫你去新闻哇，你拢甲讲台语的，这都是台语复兴的一部分嘛。赞啊！多谢即个教授吼，教授我甲你报告，头先你可能超切我讲开我台语就要 say sorry 啊吼，啊较紧我台语无长哦，我讲到最后一分钟吼。想我甲你解说吼，因为我十几岁的时阵，我参加活动的老师吼，叫做地良伟啊，穿一件花衬衫嘛吼，啊所以迄阵我就知影是夏威夷语言学的博士嘛吼，应该无讲唔对吼，真多谢。恁遐哥遐。还是讲兄弟嘛吼，地良伟先生、地良光先生吼，是。咱转来2010年啊，做钢架吼，我头先第一位钢架吼，我甲等讲抢话较歹势，我共迄分钟，我转3万块去伊的账号，玉山银行的，结果讲转账失败，我紧甲大大讲，你账号紧处理好势，无这长辈若300万要甲你入去，算袂当你如果弹出来吼。2010年的时阵，迄阵的总统，大家会记你知影啥物人？咱做伙讲好无？我是来吼，欠你足侪人情啦，互你讲迄种名出来吼。所以我准备几项礼物，要问更较进阶的问题吼。请问你甲国民党有几席的立委？10位数对就算你对，不用个位数，10位数咱讲看卖。有一张相真足厉害哦，2个人都有着。来，啥物人讲8？来，大家捧我先个崔姐。台湾有救啊，真的。我第有一条，我歹势讲倒一条吼，迄差不多7个人才有着，咱要创啥？81是国民党立委，这唔那是国民党的实力咯。其他阁是国民党的党友，像无党团结联盟内底有啥？高金素梅，甲即摆阁是立委，啊，阁有啥？严清标，因囝即摆阁是立委，这势力拢无散，啊，结了如啊，啊，阁亲民党林正二，无党籍陈福华。五党敢若多一个啦，林炳坤较早有照相机咧配合回选的，即摆叫杨耀结落来，所以迄阵啊，你看你86席的国民党加党友，占整个立法院76% 的席次。我伫台湾来看即张相，大家拢有头壳面啊。啊，若讲互台美人听吼，伊讲啊，加在我台美国阁有厝，啊无我厝啦，干若伫台湾，我嘛足惊。迄当时国民党如果深得民心，有这个席次，其实咱嘛无话讲，这民主的精神嘛。但是国民党足侪选区是用钱买，用钱讲，一区买，有的买阁无互判贿选呢，有是买了伤凶，而且判贿选，啊解职补选，所以有一席民进党的补选哦，民进党的选举参与补选，迄是因为国民党前一个选调的立委贿选来。啊！伊说要民进党遐个企业都不看好民进党。有个人讲政治现金要相平制度，迄是你相平势力买我一摆的时阵才会安尼呢。啊！你若一边去互看衰潲，啥物人钱要缀你遮？所以民进党爱靠啥物去做选呢？都拢咧打铁马啊，因为你无钱，从搁较澎湃的即个做势，迄个骨势减袂出来。
迄年的年底，2010年年底要选5都市长，结果这补选选赢了，民进党的气势起来一丝啊，但是对选5都佫足紧张的，所以因就讲这铁马吼，要来拍卖啦。啊，拍卖了的钱吼，来买一台较大台的车。台湾咧掀开的顶头有人唱歌啊吼，迄阵时还无赖皮，无就请伊去跳舞吼，类似点点安尼吼。啊，我就一直伫关注这个新闻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较早留法呛过叶金川，伊是苏家传迄种的笔试，伊叫做黄海宁。我一直甲伊联络讲，恁拍的这铁马是足好的代志，当时要拍卖，伊讲有风声，也袂确定。我甲对半冬啦吼，所以我一直有去关注这件代志。结果我终于去我看到，伊的目标是偌济？出来问讲，伊一只要卖5万。我想讲，这报出来报唔着去无吼，我加找几间看卖。啊，即间讲出来问讲要卖到10万，靠背啊，看伊5万至10万呐，啊要几只？12只要卖啦。所以12只，互你拢卖了好啊。照你的目标是60万至100几万。我想啊死啊！你民进党拢去互国民党吓惊，甲大家拢破胆去啊，拢无自信。你互你卖100万、100几万，国民党听着安怎？咱巴肚咧笑。结果我就想讲，爱有一个人来画第一代，继续要画官员，后壁11只继续就对咧水，总经验就会爆冲。我发表演讲慷慨激昂，大家有2个听众一直甲我拍婆啊。迄个红爷甲阮爸，红爷阮大外甥女，阮小妹生哦。阮爸甲我吐槽，伊讲吼，若爱有一个人，迄个就是你，啊无你莫讲。哦，我去互刺激着吼，拖底撬开，寄天婆啊3本摕出来，先去撸撸的确定一下，看卖啊差不多100几万啊，我就按算用100万，过电工要甲人输赢。时间一秒一秒钟滴过拢足紧的，我随时拢爱做决定哦。结果我有2个小妹，阮大妹陪我去哩见证历史。这是我坐高铁，刚才我甲伊有翕相，发脸书做记录。我写讲前往抢夺小鹰号的高铁路上，2010年的3月13号。你若目睭较来的朋友吼，会当帮我看我几个赞哦，看到请举手。恭喜皮金儿，感谢。我插播一下吼，因为我的人吼，我无要选举啊吼，我就爱帮助别人。咱平平台派的人吼，有一句话讲互相闹开求进步，我感觉这种好啊，互相听，毋才叫做求进步。皮金儿是咱食过的港姐吼，伊是家人人，讲起来我嘛算半个家人人。阮爸爸伫爱死路大汉，家人我细汉捌大过，所以阮2个伫拢有伫吵。家人要800万毋争市长的这代志吼，啊我寄付1000粒的水饺，迄阵我寄付讲，若有在调启动罢免，我寄付1000粒的水饺，迄阮朋友蓝蓝水饺，咱继续表，哦足刺激的哦，各位，我3个赞尔吼，啊我换100万要去创造历史，你想敢有可能？足奇怪嘛！你3个赞，你啥物卡啊？啊，你也无啥物钱，你8出来万就要领100万出来吼，一切就是那么不可思议。迄天这张相片是我翕的，迄天差不多无啥物记者啦，因为你甲想，你看伊100外席，民进党敢若20几席，总统讲毋是民进党，媒体看你这袂如8家家酒，哪看你有屁吼？10万5千第一声，10万5千第一声，好，11万。11万，15万，15万，啊，这个慢慢的建议，单车可以换3车哦，还差10万，还差45万呢，不要再车60万了好，15万一升，16万，20万。哦，这个哇，这个一下那个什么马牛让我喝一下，那个心路我自己心路起来了，来20万，好20万1升，20万2升，多少？21万，25万，多少？25万，那你25万2个多少？
25万要给谁？26万，26万有26万，30万，30万，哇！哦，现在啊，全国都在看我们在拍卖，所以听说捷运说特码，你都往这边挤哦，不赶快喊，等一下就拿不到了哦。好，来30万一升，35万，35万，40万，40万，这边有我的名字啊，有我的名字啊，这个以后你买了之后哦，我就寄一盒黑珍珠给你。哦。好，40万一升，40万2升，多少？45万，45万，我被逼差价，50万啊！我跟各位报告，如果我们的单车能够换战车，我们的战车可以给你提名字啊。让你的名字能够随着这个战车啊，到全国各地打选战。50万一升，51万，啊，55万，55万，好，55万，我们就正式成交50万。那我们先请我们这位先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这位先生。民进党的粉砖吼，你都发来，伊讲民进党感谢您第一辆小鹰要脚踏车有50万，所以选手派出我的好朋友看一些脸书啊，看到几百回，伊讲民进党就不要做了，啊无给你下船，啊我爬着我就欢喜的，陷入兴奋的狂喜之中，我讲甲阮朋友大讲，有啦，这个年吼就是我，阮朋友讲，你知影你贵知影你哦，阮朋友甲我骂伊讲，你这块人就是无伫拜拜。然后你拜拜人就知影吼，捐款的叫做大德，啊若捐济吼爱囥头前，捐少会囥后边。我甲讲吼，咱无咧看这啦，咱若会注重这吼，袂搁去买第2台啦。第2台是阮小妹仔去花，还是我底下的钱？38万，所以刚好阮开55万加38万，93万的新台票。阮母也前几工想到这件代志，伫我为台湾出发进前，伊甲我讲：，你会记得无？你14年前就小个吼，开90几万去买2台 T 马。我讲我哪会袂记得？迄阵我靠做头开才8出来尔，差不多所有的钱拢落落来。我哇，人哭到足凄惨的吼！你台湾戆囝啊喏！我还是哭几点？我要出发，莫甲我哭衰好无？正确衰也可能会乱哭。伊甲我讲。你敢知影迄阵啊，台积电一张才偌济？我煞去互问倒去，我煞去 Google 哦，迄阵啊台积电哦，一张新台币6万，即摆超过100万。也就是讲，我的付出，我若莫付出去，我头脑拢是金钱计算股票，我即摆靠做会加1650万左右。但是我甘愿。人生毋是单为着钱啦，比我有钱的人太济啦，但是比我快乐的人无偌济。结果咱阁回头转来看当初民进党的新闻稿吼，发文的人叫做周立勇。周立勇，我若无记唔着，去年桂林姐甲阳光美信邀请我去亚太妇女协会，周立勇是来宾之一。伊若有注意看伊的名，去互我调你点关吼。我讲伊当初有发稿甲大家讲，当初民进党的目标是60万至120万安尼尔，但是迄天的结果，我们今天拍卖会非常圆满的成功，这个金额的总数呢，我想留在每天大家看报纸了解啊。不过我还是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们今天总共12台小鹰号单车，总共拍卖出615万。我感谢所有热心支持民主进步党的好朋友，我感谢你。今天的拍卖会非常成功，我们国民民主进步党感谢每一位捐款的好朋友，不管你今天是买了我们的纪念品，还是投了100块到我们的募款箱，我们民进党都非常非常的感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我是出名的讲无两场的演讲吼，内容同款。我每一场拢改20%，所以我来美国吼，逐工朋友拢要讲，啊，你这场讲错，我带你试场，我要改拖影片。我加是时差足严重，才去做一下按摩。所以这个影片哦，桂林姐是头一摆看到，所以我熟悉足久的。我下晡才加出来，因为我感觉爱有现场的拍卖官啊，去见证拍卖最后那1分钟，比我看一张新闻稿更较有说服力。各位你听得出伊个兴奋狂喜哦，超过伊的言语无法度 cover 伊的情绪啦，迄超过伊的色相，迄个人是王敏生，现任台北市议员，甲苏贞昌第2个查某囝非常之好，因为伊介绍我熟悉苏贞昌的第2查某囝，所以我知影伊是天普大学迄阵仔咧进修。哇，615万啊，报纸嘛有报咧，上知影60万、120万，冲到615万。这敢是靠啥物会长升格高人无呢？迄一个30通货的少年人，一双脚夹一个喇叭，民主铁粉自主行动，口走8出1万的人敢咧冲，产生锚定效应，创造10倍纪录。因为我想要写5到10倍，因为柯文哲讲话就臭屁，我无爱学伊安尼，咱讲话较保守。过来，咱要讲萧美琴10领衫的故事。萧美琴毋是介爱买衫的人。所以10领衫的故事非常的 unique。时间又等于20年前，2004年，迄阵伊选台北市的立法委员，这领竞选的背心，即马掉伫我台中的厝的3拄仔内底，算我的。有人知影萧美琴迄阵仔选几票无？个位数对才算对，对我送你限量礼物，我来甲恁雕了吼，44648。你若讲你是啥物人的铁粉吼，伊每一场的选举选几票，你拢讲得出来，你才会使讲你是伊的铁粉。迄阵仔伊出一本册，我说一个人也可以，啊，我的时候我说要有一个人，也是跟他致敬。这本册内底写真侪伊的故事，甚至有一寡黑暗面，因为伊生得真水，学得够好，够瘦，所以呢，真侪媒体甲攻击，讲啊，伊可能甲某某人有绯闻，迄种假嘛。迄阵仔伊有写伊的内心世界。伊讲伊状况上歹的时阵吼，爱去台大病院摕药啊、食药啊，控制伊的情绪。那医生背景的人看就知影，这就是身心科忧郁症啊，大概不会超过这个范围。我看一个惊一个讲，原来遮坚强的人，嘛有较 down 的 moment， 需要别人替伊查风查雨。我知影这层严重性，放在我的内心世界。时间过较足紧的，2010年的时阵，美琴啊走去花莲拼补选，输6000票，虽败犹荣。过2礼拜，民进党就是拍袂铁马的时阵，伊嘛有来到现场，我看到伊足兴奋的，紧甲伊合照。我倒手边的大婶，啊，这新的我讲叫大婶，叫大姐好啊。大姐讲，你嘛较真输诶，雨伞无砸美琴，拢砸家己啊。哦，我就感谢这位大姐，伊这个提醒吼，互我日后啊，这个心事度吼有加1-2%。时间过到有够紧，2013年的时阵，台湾出一项上大条的代志，就是马英九想要运转核能电厂、核能电厂。迄阵啊，民进党，我拢定看民进党粉专，看伊咧创啥。伊讲，哎呀，国民党要武这核事吼，啊，本党啊想要。用一场100人，差不多咱今仔安尼就有够标准哦。为原则要办1000场的下乡活动去宣讲，来对决蛮不离马英九要发动核四的公投。我看看想讲，你民进党虽然立委落甲剩20几席，啊，你县议员头无嘛有几个百席，你这种规模，即想要办1000场的下乡活动，会伤平淡无？那我若干那话讲到遮吼，我变做公园阿伯。怨天怨地，后一步是啥？我真正讲去查看民进党的决心到什么程度，真正敢若1000场尔。啊，我怎啊害他？我感觉安尼袂使，我感觉爱有一个人去冲100场，刺激民进党办1万场出来。啊，靠遐我讲变做就是我跳。啊，我就安尼开始啊吼，其实一开始足困难的，前几场我拢无讲，伫遮我提出来讲袂要紧。一开始我甲2个熟识的，因算有组织的。我甲伊表达我的意愿，结果这2个人甲我调股动，伊讲叫我写企划书互伊，伊才来审核。
我想讲使恁阿嬷咧，恁爸要救台湾，大家熟悉10天，你叫恁爸交企划书，我会就倒，会倒就无效咧，会倒要想办法。我就想讲好，安尼我写一篇文吼，足诚恳诶。我甲场地方，因为我徛的是场地方尔。你若要出场地，啊，我出我的肉身，我出我的人，我起来讲，我爱甲你提钱。啊，实咧，你场地费，你嘛莫甲我提钱。交通诶，我嘛不爱甲你提，你免互我，安尼有够阿沙哩嘛吼。啊，你若场地方，我 offer 日期，咱来 match。啊，咱两边拢斗招人，啊，若招会起来，这场就办起来。啊，这个 famous， 这个 fame 哦，拢互你不要紧啦。我免举这个讲，我无选举啊，我甲死都袂选举吼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讲，这个文应该是袂歹。啊，想讲爱拍广告，我就开1万块的新台币，伫 Facebook 的粉专吼，即摆叫做杨思邦医师的咀嚼肌，我就开1万块，互伊去摊。啊，我想讲若摊了吼，佫一张拢无，迄表示啥？表示我无应该做即件代志，表示我的社会公信力也无够。上层1万块开落，20张就摆好啊！全台湾连绿岛、北欧拢摆出来。啊，每一场呢，只要你说服一个起面，一个会甲你邀请。啊，后一场你若够影响一个起面，场就会造出来，一切就变得很简单。感谢因两个叫我写企划书的逆增上缘。有一场是吕秀莲叫我去讲，伊真正天公仔囝，迄场敢若2个讲者。伊甲我，伊讲到要了时阵开始落雨，伊的水壶摕雨伞去甲砸。伊最后一句话讲：即马雨敢若愈落愈大，我安孙要来走。你若要听的人就留落来听，啊要走的就对我走。我心内想讲，马祖婆，你办征文比赛，我办入去总统府，领你的奖，你咧对台湾拢甲我袂记，佫甲我刁哦。好啦，你是马祖婆，结果我想讲，若马祖婆甲所有人拢带走的时阵。我嘛无话讲，结果佫有1/3的人留落来。是啊，我袂使放弃因啊，所以我做家己的水壶。我迄支手摕麦克，佫摕 pointer， 佫摕我的雨伞，我甲讲了，这是我的精神。台湾讲到差不多的时阵吼，我讲一个插播啦。我细汉做囡仔时阵，饭桌店吼，大人的冤家。2个意见袂合，有诶较偏党外民进党，有诶偏国民党。冤到一个程度，2个安怎对决呢？你遐甲我讲，哪会无人请你去演讲？我想讲，安尼若台湾吼，演讲过诶人，一块道理冤家吼，可能对决诶时阵就会讲，啊你遐甲我讲美国迄边，哪会无请你去演讲？所以表示，若台湾人美国这边有邀请你演讲。我是一个 credit 哦，结果迄阵啊，纽约嘛有请我去，纽约的会长叫做花州，熟悉花州的人请野手，哦，知名度袂歹，超过10支手，请放下。花州点讲话等去台湾，我有甲伊食过，这叫做交配嘛。这场伫旧金山台湾会馆吼，甲我主持的人叫做张信行医师啊。啊，因太太黄美心哦，用细故的给我介绍出场。啊，美心姐吼，前第4场嘛去听我演讲。这是10当前，伫 Seattle 嘛是美西夏令会。我唔知我是不是算浪10年吼，啊连续参加美西夏令会的 speaker 吼。咱周昭亮先生有来到现场，请恁开开大家 say hello 好无？多谢，伊甲我邀请。多谢，请坐吼。我今日要来甲大家爆料吼，这个赵亮兄不为人知的代志。我感觉伊这个人吼有一个缺点，我感觉以前就偏心的啦，竟然甲我摆伫叶万辉甲庄万寿的中啦，而且对我有够好的吼。啊，我咱迄阵已经咧都霸外场，所以有迄个误打。赵亮兄，你会记得无？我迄场反应啥物款？真热热啦吼。连续第4届。是，迄场我无臭屁甲大家讲，万不离若落遐大，大家会当调来看，差不多3分钟大家笑一摆啦，啊5分钟笑出大声笑一摆安尼，即个 frequency 是安尼。结果我后一个是庄万寿教授，啊伊算学问足歹，差不多我100倍吼，但是伊较 old school，伊开 Word 我阁会记得，
我用 PowerPoint 的演讲，伊用 Word 的演讲，用滑鼠倒倒 Q 落来，是足丰富的，但是嘛，老实讲，无真好吸收，足困难的。所以伊愈讲咧，拄久的人愈会好做。因为我倒咧，毋是伊讲了无精彩，我倒大家血糖降低嘛吼。啊，有的膀胱较无力，走水放尿。是啊，迄个电话现在看，一顿人哭泣，一顿人要放尿，一顿人想要食饭，结果伊嘛失控啊。迄阵啊，拢无人笑，无人吹破声。伊怎啊讲一句，伊讲，哼，恁遮个人吼，杨世邦凊彩讲恁就笑干咧，我讲拢无人要笑。哇，伊讲迄句连我拢笑出来，啊，迄阵啊有笑出来，利用我得了1分。但是阮阁是好朋友啦，伊前几单吼出一本册，叫做《台湾精神，台湾国命之根》，遮高，我毋知是比圣经我高，遮高。请问有这本册，听过这本册的人请举手。哦，是无你写的，感谢，总是有一个第一名吼。这本册实在袂歹啦，因为内底有我的推荐序。我吼，甲遮个前辈讲啊，你册无安尼背啦，你这种册名啊，等什么人要看？你同无吼，甲迄金门一条筋的药部合作，你台湾之根嘛，爱配一条根，安尼捆绑销售，我得甲卖了较好。哇，是足欢喜的吼！咱讲转来花莲啦吼，花莲是一个册店，请我去演讲。这场啊，竟然讲了的时阵，有一个小女生啊。找我来跟他讲，杨医师，我觉得你讲得很不错，我们想要邀请你再来也讲2场。你记得我们真的是都没讲，我们表示是 organization。我讲你是上球啦，你讲 meeting， 啊好啊，你 meeting 你嘛要甲我试哦，好，总是试了袂歹，所以伊阁甲我排2场的演讲，阮是安尼开始熟悉伊的助理吼。时间过到足紧的，meeting 伫花莲拍拼10档。前2档是没有头衔，过来2012连续4档是不分区的入围，第7名入去做。搁接落4档就无简单啦，去互选调区域的入围。结果2020年的时阵，大家想讲伊的对手是傅昆萁，嘛无一定会输啊。伊耕耘10年呢，结果输6000票，输这6000票对打击真大。伊怎啊讲？败选的时阵啊，甲伊参政所有的百姓，拢总甲踏做伙，发一个名册讲哦，我甲放大人，我毋是要抠大家目睭。再也穿不到的战袍背心是要直接丢掉，还是要回收？还真舍不得。伊发这个文的时阵啊，有2473个赞，我看了起来，我靠气的，迄按赞是要创啥？迄留言留创啥呢？留言我说+1给我，+1给我。我感觉一定拢是无路用的卡笑，完全无安慰着美琴。我批评你，安尼我爱做啥？爱有一个人鼓励小美琴，甲伊讲：你这百姓毋是本事，你这是勋章，是战袍，战袍要高挂。我是想透我的头壳，要安怎甲这个力量灌去美琴的内心世界。我咧想这个代志的时阵，阮老爸是住伫家户病房，甲我带起来。我看阮老爸，我想讲富贵在天，贤淑有名。我看下你烦恼美琴，结果我想讲好啊，安尼惨惨都安尼刮落啊吼，我传简讯互迄个助理，因为10档节目有联络嘛。我讲你甲美琴讲吼，拄嘛，我出10万块，我甲美琴所有的百姓拢买落。啊，我等于吼真正有5位数的价单嘛吼，随甲有我管。啊，美琴吼一定无爱花的钱，所以请伊指定基金会，因为你是美琴，看你要讲1个至10个拢会使，一个我10万愈过，较简省啦。啊，你若甲我讲10个好啦，我嘛1个愈1万斗甲我愈啦，因为你是美琴，我才安尼听候你吼。结果伊互我单749点钟。哦，我现在单干度日如年。伊甲我讲啊，伊这个美琴讲非常谢谢你哦。背心战袍要再整理啊，我就欢喜啊。伊讲捐款吼，伊讲2个啦，啊伊嘛真趣味。我说1到10，他就选一个2哦。第4大抗玉里安德，伊讲这2个名的时阵，我做人怀啰嗦，我不爱搁甲问讲，
啊，你的什么账号、住址、地址查我同步都去查。所以20分钟过，我确认是毕士大疗养院的时阵，5万块就转过啊。下骹佫拍萧美琴有人捐款，是安怎不爱拍我的名，拍萧美琴有人捐款。我要互花莲在地的人知影，隔一个中央山脉，萧美琴有支持者，恁无看衰小。25分钟的时阵，我甲钱转去5万块，另外一条转去安德启智中心。迅速我去 Google 历史，原来是法国巴黎传教神父这个顾超前创办的，照顾一寡身心障碍者。美琴听就有爱心的，伊家己要溺水啊，或者想遮的人。我从法国，咱在座各位有人会晓讲法文的，盲请举手。咱伫米山区的时阵，有一个人举手了，随发表3分钟的法文演讲，真正叫我拍拍。我昨下讲，谢谢你精彩演讲，来抛下个崔姐，你再帮我说。法文其实是安尼啦。Attention, il est longtemps qu'on ne s'est pas vu. Je suis français, s'il vous plaît. 这拢法文呢？你当然听过咧。我 test 一下吼，不行啊！东西是正法文啊，你若台语嗲音爱动心我爱动心。伊咧拢懂可能18岁，就是讲足久无看，long time no see 啦。你若叫我凊彩讲，我讲煞伫门口徛咧有马路。Je suis français， 即摆台湾有傅昆萁个黄国昌，真正逐工在用打死啦。师傅配若无甲因呼出去，真正弄死无当赔。结果迄阵阮老爸就确定变洗肾病患啦。我就24、26拢亲身带去洗，亲身搁带转来。边仔肾友拢甲我讲，你会当开钱请外籍还是请台湾人啊？啥我要家己带来？我怕阮老爸感觉讲伊是病人，莫会感觉讲我敢若甲放弃，我先豆互伊送轨道。豆会感觉讲，我够陪你，陪到一个坎站，我再找帮手，再替换他，照顾他的心情。所以我有一档的时间，无法度去拆小美琴寄我的包裹。结果一档我甲偷开落一张纸出来，我撮一条，想讲刚才还有落出来。感谢您愿意帮我，杨医师您好，感谢您愿意帮我正常从政多年的战袍背心，分担我回忆的空间，也感谢你协助玉里安德毕士大疗养院。美琴感恩在心，我看着就感动啊！我把摕去我老母看，想要刺激他的泪腺。伊看水讲无彩伊生做较水，字写较好。我是伊的粉丝，迄时我无爱讲，我每当无小心讲出来我就要条件我无爱讲你。我有一个甲金人白大的风暴兵，我甲牵起哩高挂战袍，我讲战袍要高挂，我把迄个意象甲做出来就是安尼啦。因为我连续7档每个月都有办有奖征读书心得活动，我无讲收费我敢若 giver， 我无做 taker。结果有一个月，我拣火星爷爷的册，33个人投稿，我看一个人去，有3篇写了有够好的。结果我就讲，咱这3篇得主我要送萧美琴背心1件。作者火星爷爷知影，就欢喜的，伊讲，安尼我请你食一本料理，安尼我嘛趁一顿所以有这么一个 moment。23年的时阵，台中市的立委庄敬诚，本地我无熟悉，有一个连锁诊所医院院长带我去甲伊熟悉，讲了咱下下，我怎甲伊讲？庄立伟，我甲你讲，我还有一领萧美琴的背心我来送互你。伊讲那还好，讲这有啥物路用伊讲我就甲你讲，你伤故意，你甲萧美琴穿你内底，你真正感谢的穿你外口。你打练成优互款，优甲你的颔棍遮。当恁8个立委联合造势的时阵，你才甲拉链诱乱，萧美琴造出来。镜头都会看到萧美琴甲庄敬诚包裹销售，连 TVBS 嘛想要甲你翕，伊听者讲，你讲甲我做会到我即摆咧等迄个 moment， 我怎啊甲伊节目录了，我就摕去送。即个头先即个咱头前前一位朋友讲陈林官我嘛爱感谢陈林官的。我是伫陈林官的节目，才有才调去讲萧美琴背心的故事。我是伫伊的节目，才有才调讲
柯文哲为什么不能自比陈定南？公灯还是两三号，我都依约带萧美琴背心送给庄敬诚。哦，伊就感动了，伊讲哦，杨医师你真正吼，江湖豪侠，讲会到做会到。我想啊，这小事啦，莫念念的，我要来走。结果我才要走到门口要坐客人车吼，我拢坐 Uber， 伊的助理甲我敲电话，伊讲杨医师慢车死。伊讲吼，搁10分钟小美琴要来阮的总部，哦，要烧用嘛，无通安尼。那我在这个3年半以前哦，在花莲落选之后呢，我有很多的背心哦，有绿色的，有粉红色的，有黑色，有白色的。那个时候想说，那接下来这些背心该怎么办？是要全部丢掉，还是该怎么办哦？结果我们台中的杨医师啊，就说他要全部买去哦，然后一口气呢就这个买去，那捐他的这个钱呢就全部捐给慈善公益团体哦，算是一笔非常有意义的交易，而且我当初呢也相信他一定可以帮我保存得很好，没有想到有一天还是要再一次穿上战袍。身为萧美琴的铁粉哦，身为萧美琴的铁粉哦，伊讲台中的杨医师，阮四女目睭相对的迄个 moment 哦，我真正袂甲停电，迄感觉是人生的高光时刻，我感觉讲人生会使啊。本来有艺术班时阵想讲安尼个做工过30人会使啊，但是无。伫即个 moment 才有迄个感受。伊的助理叫做林瑜君，就是上开始去花莲的册店听我演讲的查某囡仔。伊倒尾有卖牛肉丸，伊嘛接咧做美琴的助理吼。所以我知影伊是美琴的助理，伊的牛肉丸我点2000粒。啊，阮某咧煮牛肉丸汤，我就讲要食5粒，我嘛唔甘互食，因为足好食的。所以啊，我就甲迄瑜君讲，紧嘞，即摆你翕条要紧甲我翕一张相吼。这有做啥？粉丝的眼神。平常我是足压抑的，我袂笑安尼吼。我的第一本册叫做《人生路引》吼，头先门口竟然有一个咱这个伫工作人员啊吼，伊竟然手头有人生路引的，即摆敢有伫现场，还是你问外口？我等下才甲说下落啦吼，我足感动的吼，因为你在美国手头有我的册吼，迄表示。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你等去台湾专工要搁早来美国，这一个可能性。啊，无就是你开足济优面子，叫台湾寄到美国来。好，所以迄个朋友我等下嘛会送伊一份。我头一本册《人生路引》哦，我到底是咧写啥？因为阮老爸老母吼，破病甲足紧的，啊，咱来翕一张相啦，就会这位朋友来。真难得。你各位没有听？台湾迄阵等于台湾啊，这边的册拢无啥好买，所以去台湾就会买较侪华文书嘿啊，囡仔嘛是共款嘿啊。真多谢，真多谢，真多谢。啊，这份要送互你，好，谢谢。那有封面看这个好 picture。 OK， 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份送互你，真多谢。我这本册吼，就是因为阮老爸、阮老母拢比我预期快都生病，一个 SLG， 一个 Parkinson disease。哦，开销虽然我有健保啦，啊健保以外照顾的开销我咱惊人啦。啊，但是吼，我10年前都无讲想要一直做医生做落去，我就去研究股票，啊有赚到后半世人的所费。哦，但是阮老爸老母都开始伤的吼，啊老爸母佫袂嫌的吼。啊，我就甲这个故事写伫我的人生路引内底心酸，讲是我健康啊，吼，还是讲预立医疗的遗嘱迄种的吼。啊，我的核心价值是啥？我把陈定南的故事放进去。所以若学生囡仔嫌我册去看到陈定南的故事，安尼才会党外的英雄，才会民进党的英雄，才有才条就这日常生活的故事进入人心里面，那是我的目标。啊，我的版税吼，我这本册是伫台湾31刷，甲降息100%的版税捐出，1块我拢买老啦。因为啥？我股票已经有赚啦，可以了啦。啊，这版税我若搁第2、第啊，我是会破病啦。
所以我就无爱留，我怎讲搬出去？这张图，佫是一个行动抗议艺术哦。家己讲艺术较歹势，因为我想到柯文哲，我想啥，经讲就歹势，就歹势。7个红圈圈加起来刚刚好是641989，提醒世人莫忘64。但是迄是中国的代志，所以钱我捐台湾这边。第一条162800，我捐予陈荣志博士的新世纪基金会。是安怎我要捐予伊？因为20年前、15年前啦，15年前我参加伊的新世纪联合国的征文比赛，我领伊8000块，所以我有版税对我来讲，假的收入的时阵，第一个我想到要捐伊。啊，伊互我8000，浪10几年，我袂使阁捐8000转去啊！安尼连 inflation 拢无考虑啦，连 interest 都无考虑，安尼收无水准、无效的话，我怎想讲？安尼我就崇拜巴菲特。巴菲特平均50档，一档是赚20%，啊无我若8000块吼，啊用20%做标准，一年赚20%。滚雪球滚15年，安尼偌大粒162800。我捐去互伊啊，伊知影足欢喜的，伊讲足欢喜了，佫足失望讲，唉，大家较早领奖像你安尼吼，我就免共募款啊啦。啊，伊从逐档啊，拢爱甲我吼 line talk 半点钟吼。伊咧笑的时候，我拢去甲 capture 起来吼，是足古锥的。结果我版税佫一直入来嘛吼，啊地主在先生甲冯先生老师要甲伊拍纪录片，我是代言人，我写一句话讲，袂使甲陈先生当作恐怖分子啊，爱甲当作是杜聪明，要用祸乱无菌去讨西袁世凯，安尼看才对。我是专看募资网站有啥物较贵的通好买，我的兴趣，我爱买精品，我爱买大牌募资网站上贵的物件。结果200块100差不多20万了。伊讲不能选是哪一幅，我总要选2幅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大人什么都要。第一先生知影了，伊讲伊本来想讲这是总一个城市，伊无按算卖出去。结果伊讲竟然咱的推荐人200拢买落，伊要亲身送货，看伊生做啥物，生毛发角3到6间啊。结果来入来。阮兜的门，伊甲阮后面2个小男，2个互伊声靠超3分钟，我揽足掉啊吼！阮爸讲，当年我就知影你袂死啦，我知影50年后一定见着你的面啊！吼，结果因咱甲足欢喜的时阵，我等伊3分钟，过去甲陈先生大大讲，是我买的。我的朋友有82岁，林义明医学博士哦，林光义老师，林义明。初见面跟我讲，听说你是台中一中，我说对，伊讲我也是台中一中，可是没有毕业。我讲台中一中哪没有毕业的社会成就远远大于有毕业的，有毕业的是普通卡小年，安乌贵啪出来，安尼都有毕业嘛。啊，你没有毕业一定有你的特殊性。哦，我怎么变朋友变知音？伊想哪有退学呢？伊写周记。伊讲3人行必有我师焉，这句话有问题。伊讲2人行就有我师焉，何必3人行？老师气干了讲，该升万列退学可以，好对讲要给人一次机会。结果让一礼拜周记一个写，伊写讲哦，谁那己所不欲的勿施于人。我不爱食樱桃，我不爱食白樱桃，啥我拿这食，我拿这食个喙笑目笑，啥叫勿施于人？老师说，该生必须退学，以匡正台中一中校风。啊，校长啊，怎印后，啊，怎去读出来？怎去读彰化中学？结果伊无讲小周记啊，反正可能写天气尔。3档后，伊进行更较恐怖的革命行动，伊弃考三民主义，安尼佫调中国医药学院的医科。啊，我因为柯文哲是三民主义伫新竹中学第1名毕业，咱甲算100分好啊。柯文哲毕业考去阳明医科，我甲各位报告，阳明医科若三民主义扣掉100分哦，你毋是医生无通做尔，你兽医牙医都无通做，药师嘛无通做啦，所以人魔臭味，高人足济。林光义老师，专万硕教授86岁，林行者86岁。87岁单纯的牧师，我来美国前一天介绍，请伊食饭。有92岁的裴教授，这是2014年，迄天我替伊演讲，
台湾人民自救宣言50周年，我是第一棒，黄岳虽也是讲者之一。讲煞，伊请我食暗顿，甲阮做伙食饭有黄美心的兄弟黄兆远药师。林恩哲医师搞我讲，药师爸，你的朋友怎么都是80、90岁？我讲，因为那些70几岁的人，有时候不是太成熟。咱有老朋友，嘛有少年朋友。我听侪长辈拢讲吼，啊，我上知这少年在想啥？讲过也是听过即句话人请举手。我上知即摆少年在想啥？听过请举手。好，请放下，几乎大家都有举手啦，8、9成。迄是表示，迄就是表示你无少年朋友。所以我鼓励大家讲，你有大30岁的朋友，也要有小30岁的朋友。这个少年朋友是申请上历史系，少年朋友甲我问讲，杨医生，你的成就感从何而来？我甲伊讲，有一种成就感吼，叫做 be a giver。我本来有一个梗啦吼，啊我讲煞我才分啦吼，因为我惊影响摄放的时间。我有一个梗就是讲，恁在座每一位咧，我会送恁一人一支笔，这支笔请你早走啦吼，因为是我去买新的吼，请你早走免客气。因为我放伫行李嘛，操纵爱搁发钱予美国人。啊，每一个人我会送一张 postcard 白色的吼，分互你。会当拜托讲，若是会当吼，或者写一句感谢送互我早倒去台湾。啊，你若有附 email 吼，附 email 的人，我会内底咧拉像今仔咧抽奖一个吼，我对台湾我会寄一箱礼物寄来美国送你。啊，我甲这拍甲讲煞吼，幸好我爱请你食牛排。我伫台湾吼，其实伫一个商业场合是，我若算有一个知名度的讲者。我若讲迄较屁的话，我拢足歹势，足细声。即场吼，请我去讲20分钟的话，拄好透露我的行情。各位你想看卖吼，你若要请我讲话伫台湾20分钟，你感觉你爱开偌济？我才会为阮兜的大门走出来，4万块啦。但是趁这钱哦，对我嘛是较低，这钱你我来底下我搁会破病。我怎样捐出来？捐吼赖和文教基金会。我抛伫我的脸书，互搁较侪人知影赖和文教基金会这个组织。第一步嘛，啊，主要你才家己去了解。曾国来医师是台湾卫武营的催生者，所以我会找有写卫武营的故事。我的新车发表会办伫卫武营，邀请曾国来作证。一人要开1000块，才会使来这个现场。我说服他们，你要为你的座位付费。我没有从中去领1块钱，但是来甲我做工的工价车马费咱袂使失礼。其他的听众都是有享受这个场地，但是呢，创造9万块的票房，我同款搁捐9万块，为我台积电的鼓励，搁领9万出来，搁甲捐出去。我拢做 double 的，我捐互啥呢？捐互来龙正南龙基金会，我连续2本册拢捐超过9万，互来龙的基金会。主美来台中演讲，我专程参与听好了。主美来台中带员工来，我带因去食饭，甲因鼓励这个少年仔。结果我这个故事伫美山区感动一对阿某甲一个水小姐。这个水小姐甲主美是当年伊的表姐，这位引导的新书是伊的亲阿姑，阿姑甲阿舅。啊，这吼，这是足传奇，这嘛是美山区讲煞一对阿某坚持要甲我翕相。啊，这个先生吼吞吞甲我讲，杨医生，你可能知影阮查某囝。我惊一个想讲，我结婚进前吼，其他人甲无拍者。讲，我是谢怡芬 Janet 的老爸老母啦。阿弥陀佛，电视看到的，无我咧感情者。我的新书发表会伫台南吼，办伫台湾国家台湾文学馆，这场地较大，卖198张票。所以呢，你就知影讲啊，听众为了座位付费，打平场地开销了，我个自掏腰包19万8千块。我透过诚品书店，我家己拣册，啊，因为你若透过诚品书店买，会当捐，透过伊的基金会，甲册捐甲学校，寄甲学校去。我免去包册，我出钱就好，出钱去上平山。啊，册我会当拣嘛吼，啊，伊知影我有伫写脸书，足紧张的，迄箱仔空的时阵就翕互我看，讲真诶，阮开始要装啊吼，啊，这是你买的册，各位你啊真足看，我安怎拣册？
敢若有英语自学网，敢若美国有关系嘛吼？内底嘛有支持版，嘛有台湾之春，讲解严运动台湾民主的历史。其实你若拢总买支持版，我甲你讲，学校毋敢收啦。学校讲是的，你莫甲阮大声率的标签吼，都算是台派老师伊嘛毋敢收，伊会去用标签化。我甲你人一我人际的啦，微笑忧郁，英语自学网啊，大家拢讲美国上强 ，NVIDIA 无话讲嘛吼。没有学校会拒收啦，一收都是安尼寄出去啊，革命都是。用正人的钱哦去做你家己的代志，你甲正人的钱扣去买豪宅、买车创啥，你这算诈骗集团，直接叫主。你若开家己的钱出国，这叫做一般人独善其身，这无啥物无好哦。各位千万莫认为一般人无好，一般人莫造成社会负担，已经阿弥陀佛啦。什么是用正人的钱去做正人的代志？就是立法委员、市议员遮，这莫甲咱讨人情呢。咱有当时咱莫去挺行政治人物，袂说因偌大咧。恁领大家工作所得其中一部分替大家办代志，这是应当的。所以为立委伤假写，我哪会甲对？政务 NGO 立委拢共款啊。什么是用家己的钱去做正人的代志？我鼓励高谈公开啊。有个人讲金钱输起是用别人的负重前行替你总钱，所以咱爱去学习金钱的智慧、学问、使用，安怎有钱变大？啥物叫做公开？开互社会，甲钱寄去社会票选我讲吼，最后一句话叫做吼，咱来人世间足简单诶，就是要知影天地几斤重，知影家己几斤重。咱毋若是为光做见证，咱来正做迄把光，照光世间人。感谢。谢谢我们杨医师，我们再给他热烈掌声。接下来同我今后，我嘛爱恭喜啦，黄胜峰老师探到一个50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胜峰老师来为我们讲有关于台独